看国军正向救护大楼去年启用哦，国防医学院今仔日来展示训练的环境哦，有真侪高科技、高 AI、人工智慧的应用，咱做伙来看卖。模拟风台天溪水柜动起来，有民众受伤，国军救护人员赶去现场做减伤的分类，甲患者挂详细分类的手环。现场结合360度的投影，配合声音、灯光、雨雾，还有涂骹的震动，来打造未输灾难的场景。脚踝骨折了，变形。患者脱离灾难的现场，根据因的详细，救护人员发挥救护的机能，动作是真熟手，已经加做因金巴记忆。针对重伤的患者是做紧急的指挥，包空喙也有固定，也若轻伤的患者较会紧张，是提供心理的支持。国军正向救护大楼去年12月正式启用，提供战术正向灾难事故救护的训练。战场的第一现场，除了做敌火的压制，伤兵的一个自救互救之外，会将伤患脱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伤患收集点，再做一个初步的处置。处置完之后，才会送到我们所谓的后送载具去做后送到所谓的医疗院所。感测装置哦，包含他的头盔也有，然后。甲过去注重紧急救护的技术无同款，国军最近这几年积极发展战术正向救护的训练，参考罗西亚乌克兰战争以巴冲突的情形，凸显战场有效率的救治，也有提悬准外率的重要性。官兵挂 VR 的装置，全副武装投入沙坡作战的情景，演练在特火情形之下救护。这套情景的训练会当模拟海堡、城镇、限制空间三大作战环境，考验官兵临场反应的能力。模拟乌氧直升机起落，普罗佩亚咧砰的声，透过模拟载具来使，出现各种的情景，增加救护人员紧张的感觉，来强化对抗压力心理的素质。呼吸、心跳频率都会呈现在平板上面。训练的过程用高阶的机能，照训练的情形设定心跳、喘气、出回位置等等，而且联动白板电脑，互教官拍成绩，嘛运用 AI 的技术，就是分析学员训练的效果，针对较弱的项目做改善。在荧幕里面，其实它会真实的呈现出有相关的爆裂物。那他们身上啊，训员的身上也会穿戴所谓的电极贴片，所以到时候在有攻击的行为，你没有躲在适当的掩体的状况之下，你就会遭受微幅的电极量的电击，让学员知道说，这是一个不是单纯一个 game 的游戏这样子。维训中心表示，除了加强国军正向救护的训练，嘛甲政府机关、民间机构来合作，增加民众正向救护的知识，落实病症转换，强化全面的国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